对对对，我走了。对，我奶奶走得太早了，她都，我大学毕业了，她要享福的时候，她走得太早了。对对。去世也是奶奶跟奶奶带的多啊。对，我小时候我奶奶我爷爷管得多一点。就跟我哥哥他们就说，哎，现在做梦都经常做到。我哥哥是奶奶带的，然后姐姐和妹妹是外婆带的，所以他们做梦都经常会，哎呦都会做到，都在讲。是的，我经常也是梦到他们的，所以奶奶还是善良的，善良的人都活得久一点，是吧？但我奶奶是我爷爷奶奶也是很善良的人，对我很好的。对，就是命太苦了。哎，你好，护士长，你跟他说一声，叫他上来吧，到边门吧。好，我们到了，好吧？今天你值班啊？对。很开心，来，1、2、3。改掉啊。那我们围起来。再围。怎么换这个声音就也没说。别傻了，别拍了，真的太傻了，我觉得绷不住。哎呀，我小时候我爸妈不是跑车的嘛，我奶奶我爷爷送我上学、放学，反正小时候的记忆还是像放电影一样的，不会忘记的。就后来我奶奶就是生胰腺那个走了嘛，生胰腺癌就发现的太晚了。我那个时候还在读大学嘞。那你有送奶奶最后一程？没有。他们，我爸我那个小伯他们要给他做手术，他最后没那个下来，手术台上面。反正我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，但是我没有等到我工作赚钱了，我没有给他回报他们吧，我觉得蛮可惜的。哎，不要说了这个事情，别说了啊，控制不了了，控制不了了。干嘛呀你？我的妈！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？没有干嘛，控制一下，控制，别想。你干嘛？你干嘛你？我还以为谁欺负你嘞。没有。谁敢欺负我们许巍医生？我们上去揍他！我跟你说。